铁丑，看我对你多好啊！这衣服可是我让人给你新做的，好看吗？好看，真好看。多谢郡主。那好吧，你过来，我有东西给你看。铁丑，我对你怎么样啊？郡主对我恩重如山，如同再造父母。好。那我现在呢，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你帮忙。哎，而且我会重重的赏赐你。郡主不用讲什么赏不赏赐，有什么事让我去做就行了。好。哎，现在啊，你把手放到那个瓦罐里去，然后啊，让那只蜈蚣使劲的吸你的血，吸得越多越好。哎，你可不能乱动啊，直到它吸满了为止啊！我这什么这？你不乐意啊？不是，只是，那只蜈蚣的毒性没那么强，你死不了的。可是你刚才还跟我说要为我赴汤蹈火、粉身碎骨的，我现在就让你拿出那么一点点血来，你就这个样子？看来你刚才都是骗我的吧？不，郡主。好，我申。哎，你把这只蜈蚣给我放到小木鼎里。哎，小心啊，可千万别把它给我弄死了。既然他已经死了，我们就把他给埋了吧。就是你们，你们把我的铁手害死了！还我铁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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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算了算了，把它埋了吧。是。
以后再也没有人陪我玩了。哎呀，就把它放这吧，累死我了。不行，这要是让郡主知道了，咱们还能活命？你放心，这山里都是狼，一晚上它就没了。那咱们也快点走吧。铁柱死了，我只好找别人了。真讨厌！哎，真是没用，我还以为他死不了呢。化解体内的冲毒，看来我是命不该绝呀！郡主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那个铁手它又活了。铁手，我就知道你死不了。有郡主这句话，铁手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。你。怎么了，铁手？你是不愿意呢，还是害怕了？没有，郡主，郡主尽管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哎，待会儿如果我让你帮忙的话，你愿意吗？愿意，就是死也愿意。铁手，该你了，快把手伸进去啊！铁手，你被蜘蛛咬了，也变成蜘蛛了。郡主，我没事了，我没事了。铁手，你真厉害呀！这蜘蛛的毒性这么大，你居然没事啊！哎，我可真没白养活你啊！这全都托郡主的福啊！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去吧。以后啊，我每天都带你出来玩。只要能陪在郡主身边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哎，把东西给我准备好。哎呦，撞死我了！姐夫，你走路怎么看着点啊？嘿，你这小丫头，明明你先撞的我呀！嗯，好了，
本郡主今天心情好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哎，阿紫，去哪儿啊？出去玩。哎，拿来啊！快追呀！这就是传说中的冰蚕，如果有了它的话，我的功力一定会大增的。哎，快追呀！好，快点！好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跑不动了。郡主，哎，你站在这儿干嘛呀？还不赶快把冰蚕给我追回来！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今天不把冰蚕给我追回来，永远也不要来见我了。是郡主，我一定把她抓回来给郡主练功。你可真淘气，居然偷偷的跑出去，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才回来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啊！哼！要不是我把你从昆仑山带出来，你能有今日吗？再这样下去，你会毁了你的前途的。哼！真没出息！师傅叫你去那边。哦，我马上就来了啊！你好好反省反省，等我回来再好好收拾你。哎，我来了。郡主，我把冰蚕抓回来了。真的？我就知道你能行。就在这里边。来，把它拿过来。
我现在用它练功，一定是最强的。哎，铁爪，该你了。郡主，你该不会是要我？铁爪，我让你把手伸进去。郡主，当你练成毒功以后，请你千万不要忘了，我叫尤坦之，我不是什么铁肘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记住了，你叫尤坦之，是我最忠心的奴才。奴才？是的，等我死了以后，也是郡主最忠心的奴才。什么呢？这么奇怪？这冰蚕真是与众不同，这次一定可以让我功力大增。怎么变成一个冰人了？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郡主，你们看看，他是不是死了？他冻僵了，没救了。冻僵了，没救了。铁丑，你真的死了？你放心，我会记住你的。你叫尤坦之，是个好奴才。那你们两个找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把他给埋了。哦，对了，还要给他立上个牌子。这牌子上就写“端福宫郡主之奴才尤坦之之墓”。这件事儿可要给我办好了。遵命。遵命。来，真是的，这下又没人陪我玩了，我真可怜。1、2、3。
哪儿的？大人分舵了，进去吧。各位兄弟，我觉得宋长老德高望重，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我觉得论武功，吴长老武功高强才最合适啊！我怎么敢当呢？啊，要说智勇双全，当推全舵主啊。只是全舵主已经被乔峰逐出了本帮，这吴长老，你说的对，要不是全舵主揭发乔峰，咱们到现在还蒙在鼓里，应该立刻让全舵主归帮。全舵主对本帮有功，我看咱们先让全舵主归帮，然后再提出他立的大功，再推他做帮主。哎，众位兄弟，本人归帮的事儿，多谢大家关心了。至于各位推举我为帮主，全某实在是不敢当啊。全舵主，我看本帮几位长老论武功都在你之上，但说到智谋，没一个能比得上你。全舵主，我看你就别再推辞了。就是，宋长老，本人尚未归帮，这全舵主3字，本人一样不敢当啊。宋长老，启禀宋长老，大理国段公子前来拜访。大理国段公子，他来干什么？不知段公子前来有何见教？不敢不敢，此次是奉家父之命，特地来告诉贵帮一件事情，打扰了。请赐教。几个月前，家父在贵帮马副帮主家里，亲眼看见白石镜长老遇害的经过。家父特意修书一封，里面写得很清楚。晚生今日来，是为了还一个人的清白。有劳段公子亲自跑一趟。段公子还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没有了。晚生告辞。刚才那个人看起来很面熟，啊，他就是当日在杏子林指证乔帮主的那个人。原来是他，我想他应该不敢销毁我父亲的这封信吧？我想他也不敢。段公子，请留步。段公子，留步。苏星河奉请天下精通奇异才俊，于10月初8驾临河南雷鼓山一骑。多谢，晚生一定赶到。只是你怎么知道我会下棋呢？公子，他是个哑巴。哦，我们俩一定去下棋。朱四哥，你说这聪辩先生苏星河是什么人呢？是中原围棋的高手吗？苏星河据说是逍遥派前辈无崖子的弟子，好像是聋哑人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聪辩先生广发帖子，请人去下棋，想必棋术极高。公子，咱们先回云南，再去跟聪辩先生下棋好了。好啊，当然是要去的。不过呢，不知道这次是不是能见到王姑娘？既然广招天下豪杰，那慕容复自然不会错过。至于王姑娘嘛，怎么样？一定会去的。那太好了，我又可以再一次见到王姑娘了。走。宋长老，那哑巴被人打死了。下手的人自称是星宿派什么星宿老仙的手下。他们来干什么？我们丐帮跟他们没有什么恩怨。我看他们是鬼打鬼，跟我们没关系，不用理他们。你说谁是鬼啊？连星宿老仙的门下都敢骂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在哪儿啊？阁下是谁啊？我让你们准备的20条毒蛇、100条毒虫呢，你们丐帮中毒蛇毒虫向来齐备，这次却办事不力，你们全都该死！各位兄弟，准备巨蟒阵，他们是来者不善。是。小花子，你们等死吧！
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尤坦之。尤坦之。你去看看，那几个人死没死？哦。老先生，他们几个全都死了，一个都不喘气了。你没事啊？我没事啊。他居然没事儿。这小子摸过我毒死的人，居然没有事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他也是用毒高手？不行，绝不能允许天下有比我丁春秋更毒的人。尤坦之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老先生，我还有要事，我先告辞了。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放开我！回去！放开我！你就敢走啊！老先生，你饶了我吧！说，你师父是谁？我没有师父，老先生，我不是故意要杀他们的，你放了我吧！没有师父，你敢杀我的弟子？哎，老先生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杀他们的，你就放了我吧！老先生，老先生饶命啊！老先生饶命啊！老先生饶命啊！我饶你命也可以，但你必须做我弟子。师父，弟子愿意拜在你门下，跟随着你。不用走了，我看这儿倒不错，我们在这儿吃点东西。是。外面好多坏事。乖徒儿，你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拿来。不在弟子身边，在哪儿？在辽国的云州城。到现在你还想骗我？没有，师父，弟子真的没有骗你，弟
弟子真的把他放在了辽国的云州城，就在辽国南院大王的王府里面。弟子到了北边以后，怕把师傅的宝物给弄丢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萧大王的后花园里面。他们家的后花园啊，有6000多亩地呢，十分的隐蔽，除了徒弟以外，谁都找不到的。您就放心好了。既然你不肯交出来，那我就废了你的武功。师傅，徒弟偷您的神木王鼎玩耍是有道理的。哦，有什么道理？说。师傅，当年您年轻的时候，武功不如现在登峰造极，所以您就用神木王鼎来练功。可是您现在已经天下无敌了，所以也就用不着神木王鼎了。师兄弟们这么大惊小怪的，其实是小看师傅您啦。接着说。咱们新秀派已经是天下无敌了，您只不过是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中原武林人士一般见识而已。可是这么一来啊，中原武林有一批狂徒，什么姑苏慕容氏最有名头了，少林呢也成了武林当中的泰山北斗，还有什么龙雅先生啊、大李段家呀，都成了了不起的大人物了。师傅，您说可笑不可笑啊？这么说，你偷了王鼎，倒是你的一番孝心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不过，徒弟除了一番孝心之外，也有那么一点点的私心。一点点的私心？什么私心啊？师傅，您可别怪我呀。您想，我作为新秀派的弟子，当然是希望本门能够威震天下。弟子行走江湖的时候，像师傅您一样受人爱戴呀。这就是弟子的一点点私心。你还替我扬威天下了？凭你这伶牙俐齿，我杀了你也怪可惜的。多谢师傅。本门上下谁不感谢师傅的大恩大德啊？从此以后，本门众兄弟们一定会团结一致，为本派能够发扬光大，粉身碎骨，赴汤蹈火，对吧？啊！你这些骗人的鬼话，骗骗别人还可以，你跟我说这些，是不是觉得我老糊涂了？我废了你的武功！丁先生，你这么一大把年纪，怎么和小孩子一般见识？在外人面前清理门户，未免太煞风景了吧？丁先生，不如咱们喝上几杯如何？一臂之道，还施彼身的慕容复也在这儿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他怎么破解我这逍遥三小散。慕容公子，算我们有缘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丁先生，这杯酒赐给你徒弟喝吧。好，逍遥三笑散。逍遥三笑散。丁先生武功独步天下，想不到弟子更是视死如归，佩服佩服！
星宿老怪，后会有期。你是谁？你要带我去哪里呀？你放下我！放下我！放下我！你是谁啊？这是哪儿啊？快放我下来！快放我下来！姑娘别怕，我没有恶意的。我好了，我的眼睛好了。姑娘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不信，我的眼睛瞎了，我的眼睛瞎了，我还怎么做人啊？我的眼睛瞎了，说不定治得好的，眼睛瞎了。一定能治得好的。地老怪的毒药多么的厉害，怎么可能治得好的？我的眼睛瞎了，我的眼睛瞎了。姑娘，那边有水，咱们过去洗洗，先把眼睛里的毒药洗干净了啊！来吧。水，小心呐！别怕呀，这里就是西边了。来。骗人！我眼睛瞎了，我什么也看不清了。姑娘，你不要难过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你是谁？我是。你连姓名都不肯告诉我，你还骗我说永远都不会离开我。我的眼睛瞎了，我还不如死了好呢。哎，姑娘！哎，姑娘！姑娘，我绝不会骗你。要是我离开你，就叫我不得好死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聚贤庄的人。啊，不，我姓庄，我叫庄聚贤。原来是庄前辈，多谢你救了我。能把你从新秀老怪的手里救出来，我心里高兴得很。你不用谢我，而且我也不是什么庄前辈，我只比你大几岁。那我就叫你庄大哥吧。这不敢当啊。庄大哥，我求你一件事儿。啊，姑娘不要跟我讲求不求的，只要姑娘吩咐，哪怕就是把这条性命拼了不要，我也一定办到。我和你素不相识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是素不相识啊。我没有见过你，你也从来没见过我。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。还说见面呢，我永远都见不着你了。没关系，见不着更好。为什么？我的相貌长得极其丑陋，只怕姑娘见到了，又该不高兴了。你又骗人了！天底下最稀奇古怪的人，我见多了。哎，我有一个奴隶，我给他头上戴了个铁套子，永远都出不下来了，那才叫难看呢。哎，你要不要见见他？不，我不要。你的武功那么高强，你刚才抱着我疾奔的时候，跑得和我姐夫一样快。
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小。哎，张大哥，我那个铁杵挺好玩的，我让他给你翻跟头，哎，还让他把头伸进老虎和狮子的笼子里，让野兽咬他的脑袋。我不要，我不要看。那好吧。哎，你刚才还说，不管我求你做什么事情，哪怕不要你自己的性命，你可以给我办得到的，你都是骗我的。不，我绝不骗你。姑娘要我做什么事情？我想到我姐夫那儿去，他在辽国的云州。庄大哥，你送我去好不好？怎么？你不肯？不是不肯，只不过我不想去辽国云州。刚才我让你去看我的铁杵，你就不肯；现在叫你送我到我姐夫那儿去，你又不肯。那只好我自己走了。姑娘，我陪你去，你一个人怎么成啊？慢点啊，来，快到这边。啊？怎么了？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哎，有个人啊，什么意思？你干什么？说话，哑巴吧？舌头没了。哎，这个是铁。是啥呀？大家都不许说话，谁也不许开口。张大哥，他们是些什么人啊？你杀人了吗？不，阿紫姑娘，这都是丐帮的好朋友，我们有点误会，我无意间伤了他们几位兄弟。这位是丐帮的全舵主，我无意间打伤您的兄弟，着实过意不去啊，对不住大家了，对不住大家了啊，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。全舵主，来，大哥能为兄弟隐瞒真相，大哥的大恩大德，兄弟绝不敢忘。尊兄高姓大名？兄弟姓庄，叫庄居贤，因为意外，头上被套了这么个东西，可万万不能让这姑娘知道啊。庄兄认识在下。那天在贵帮分舵推选帮主之时，兄弟刚好在场，听到大家都在称您为全舵主。兄弟今日伤了您的兄弟，还请全舵主见谅。大家误会，不必介意。走，到我们那儿休息一下。这可太好了，多谢。庄兄弟，
是谁向你下的毒手？我们一起去找这个家伙算账。庄兄弟，戴上这个面具舒服多了吧？哎，庄兄行此大礼，兄弟怎么敢当啊？庄兄如果不嫌弃，咱二人结为金兰兄弟如何啊？好极了，好极了！兄弟什么事也不懂，有全舵主这样足智多谋的兄长为我指点明路，兄弟真是求之不得啊！做哥哥的长你几岁，便不客气地称你一声兄弟了。哎呀，庄兄弟，现在丐帮的情况你也知道，群龙无首啊。是啊，哥哥多操心了。哎，操不操心是小事，可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呀。这，哥哥有什么高见？庄兄弟武功高强，胆略过人，我觉得你很适合做这个丐帮的帮主。不行的，我不行的。哎，怎么不行啊？庄大哥，你人又好，武功又好，就你做帮主最合适的了。对对对，阿紫姑娘说的对，所以庄兄弟，你一定不要推却。再说了，还有我呢，我会帮你的。阿紫，还有我。我也会帮你的。可是我该怎么当啊？我自有办法。这已经是第12场了，怎么样？还有谁不服？要来和这位英雄较量一下？好，既然没人应战，那么这位庄少侠就是咱们的新帮主了。慢，历届帮主都必须持有打狗棒。现在打狗棒不在丐帮当中，我看还是等先找回来，再议帮主不迟。对，大家看，这是什么？熊关清，这打狗棒怎么会跑到你手里头啊？上次在天宁寺，我解毒后第一个就想到了他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终于让我先找到了，要不然又让乔峰那狗贼给夺走了。参见新帮主。参见帮主，参见帮主，参见帮主。星宿派丁春秋，你来我少室山是要向我少林派挑衅？各路英雄，请作壁上观，看我少林如何抗击西来高人。表哥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少林自称中原武林首领，依我看，实在是不值一提呀。就是啊，老先生啊，天下武林只有星宿才是正统，此外全是邪门歪道
的确来了很多人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，省得我千里迢迢去星宿海杀他们了。那不是阿紫吗？哎，那好像是咱们的女儿阿紫啊。看不清啊。好像是阿紫。别急，等等看。星宿派的弟子听着，本门规矩，谁的武功最高，谁就是掌门，谁有能耐，谁就可以当掌门人。丁春秋已经是我手下的败将了，他已经给我磕了18个响头，难道他没告诉你们吗？丁春秋，你身为本门的大弟子，怎么可以欺师灭祖，隐瞒师弟呢？小阿紫，本派掌门人确实是谁的武功高就让谁来做。你既然把大旗都竖起来了，应该说还有点真功夫。小阿紫，过来，接我3招。我是跟阿紫比武，你凭什么插手？师傅，帮主，在老仙面前撒野，你找死！庄居贤，你是丐帮的帮主，为什么不用你们丐帮的功夫，反而用我们星宿派的毒功？本帮行事一向以仁义为先，庄帮主怎么能在天下英雄面前使出这样的邪功呢？这不和星宿派同流合污了吗？是啊，要是乔帮主还在就好了。丁老怪，庄帮主可是我的护法，你打败了他，再来跟我决战也不迟啊。至于这星宿派的功夫嘛，当然是我教的喽。庄居贤，你再动我就使腐蚀毒功了！啊不，万万不可！你不想让他死，你就饶了他吧。他是本派的叛徒，我不杀他杀谁？你已经弄瞎了他的双眼，求你放过他吧，我会重谢你的。要我不杀他也容易，你必须答应我几件事。答应，100件，哪怕1000件也答应。他怎么会这样？马上重归我门下，做我的弟子。是，弟子有，弟子庄居贤给师父磕头了。我帮是天下第1大帮，帮主怎么能拜星宿老怪为师呢？就是啊。师父，你别杀他，别杀阿紫！师父，弟子庄居贤为你上刀山下油锅，不到我在所不辞啊！师父，庄居贤，你马上就去把少林寺的方丈给我杀了！可我和少林方丈无冤无仇啊！你竟然敢违抗师命吗？不怕我杀了他？不，师父，我去。少林寺玄慈方丈，听着，少林派是武林各门派之首，丐帮是天下第1大帮。今日咱们要分个高下，胜者为武林盟主，败者服从武林盟主号令，不得有违。天下各路英雄好汉，有哪位不服，尽可向我武林盟主挑战。丐帮和少林派有数百年的交情，从来没有伤过和气。不知庄帮主今天为何前来挑衅？各路英雄都在这里，
是非曲直自有公论。老衲有一事不解，还要请教。什么事？庄帮主已经拜金先生为师，那自然算是星宿派弟子了吧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星宿派乃西域门派，不是我大宋武林同道。我大宋立不立武林盟主和星宿派无关。就算中原武林要推举一位盟主，也和星宿派的弟子无关吧？不错，少林方丈说的很有道理。对，怎么可以做我们中原武林的盟主啊？就是，阿弥陀佛。庄帮主，既然你非要老衲出手，老衲也只好不顾及少林和丐帮数百年的交情了。天下英雄今日人人亲眼目睹，我少林绝无和丐帮争雄斗胜之意，只是丐帮帮主步步相逼，老衲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。比武较量，强存弱亡，说不上理亏不理亏，动手吧！庄帮主，你的话和丐帮数百年的人侠之名，太不相称了吧？要打就打。那好吧。邪门武功，不是降龙十八掌。对，和少林派比武，不能是邪派功夫。帮主，你应该用降龙十八掌，用歪门邪派的功夫丢我们丐帮人的脸。对，该用降龙十八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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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降龙十八掌。星宿神功比那降龙十八掌要强得多，你就用星宿神功，给我把那老秃驴杀了！啊！谁说星宿邪功能够胜过降龙十八掌？
倒是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。就是降龙十八掌啊！姐夫，我等了你这么久，你终于来救我了。阿紫，让你受苦了，是姐夫不对。姓乔的，你中了老仙的仙术，不出10天，你就会全身化为脓血而亡，你信不信？对，老10天了，信不信？你信不信啊？你立即向老仙跪倒求饶，没准老仙还能饶你条命。求饶吧，跪下吧！你放下阿紫姑娘。你是什么人？在下是丐帮帮主庄帮主。你已经拜入了星宿派的门下，怎么能再当我们丐帮的帮主啊？星宿派的弟子，我们要没有你这样的。是你弄瞎了阿紫姑娘的眼睛，啊！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姐夫，阿紫，姐夫，我的眼睛是丁春秋那个老贼弄瞎的，你赶紧把他的眼睛挖出来，给我报仇。阿紫，大理段王爷，令爱千金在此。阿紫，阿紫，我带你去见你父母。阿紫，姐夫，阿紫，阿紫，姐夫，阿紫，姐夫，你们待会去，好好管教吧。阿紫，姐夫。这么说，这盲眼少女也是我父亲的女儿。哎呀，父亲呐，我又一个妹妹。大哥，你进来可好啊？好兄弟，真是一言难尽呐！没想到在这里碰面了。姓乔的，你杀了我兄弟，今天让你血债血偿！血债血偿！我要报仇！我小子，今天一定要除掉乔峰这个恶贼！乔峰是气人狗贼，人人共诛之，不能让他活着下少室山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乔峰！兄弟啊，形势险恶，咱们以后再说。来，你先暂且退开，山高水长，咱们后会有期了啊！大哥，你记得节义师说过什么吗？咱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日死。大哥有难，做兄弟的岂能苟且偷生？兄弟这番心意，大哥十分感激。不过，这些人想要杀我，也没那么容易。小兄弟，你先回去吧。待会儿我再出手护着你，可不便应敌啊。哎，你不用护我的，他们和我无冤无仇，不会杀我的。萧峰和咱们公子爷齐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英雄了得。我老冯有意助他一臂之力，跟中原这帮5人好好的干他一架。不错，果然让人佩服。我包不同也愿助他啊。表哥，这位萧大侠真是个英雄，咱们祝他南慕容，北乔峰，联手力抗天下英豪，将来也是武林中的一段佳话呀。你们忘了，我慕容复的志愿是什么？咱们要以兴复大燕国为第一要任，岂能为了一个萧峰而得罪天下英雄呢？公子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收揽人心，为我所用。萧兄，你是契丹英雄，但你使我中原众豪杰有如无物，故苏慕容复今日想领教阁下高招，就算死在萧兄掌下，也算是为中原众豪杰尽献一份微薄之力，虽死犹荣。素闻公子英明，今日得见高贤，真是大慰平生啊！慕容公子，
我大哥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何必趁人之危呢？再说别人冤枉你的时候，我大哥还为你舍命开脱呢。段兄也想做暴打不平的英雄好汉，上来赐教吧。我是没这个本事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不管你是姓萧还是姓乔，刚才老夫看你年轻，让你3招。告诉你，现在老夫可不让了啊！卑鄙！爹，快去救我姐夫啊！萧峰，多谢你救了阿紫姑娘，可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今日我们便来做个了断。我听出来了，他们是3个打1个呀！不要乱叫，不要乱叫，必要的时候爹会出手的。对，大哥，段公子。召集全寺弟子戒备，萧峰这恶徒害死了玄苦师兄，此次绝不容他活着走下少室山。是。阿弥陀佛。慕容复，姓庄的丁老怪，你们3个一起上吧！萧峰何惧？是不是我姐夫受伤了啊？阿紫，别担心，萧大侠没受伤。拿酒来。是。来，大家拿酒，一起喝。来，给，好，来，给，进来，来，来，拿着。好兄弟，接着，哎。走！兄弟，你我生死与共，不枉结义一场，死也罢，活也罢，我们再痛痛快快的喝那一场！来，来，等一等，大哥，三弟。大哥、三弟，你们喝酒怎么不叫我呀？这位英雄是？这也是我的结义哥哥。出家的时候叫虚竹，现在只怕还俗了。当初我们2人结义的时候，也把你拜进去了。二哥，快拜见大哥吧！大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我死在顷刻，你不畏艰巨，挺身而出，足见是一个重义轻生的大丈夫好汉子。萧峰能够和你结为兄弟，那是我的福分。萧峰今天能够结交你这样的英雄好汉，真是太高兴了。来，哈哈哈哈哈！今日在天下众英雄面前，我契丹人萧峰和虚竹兄弟义结金兰。不
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对，今日我们三兄弟有难同当。两位好兄弟，这18位契丹武士对哥哥是忠心耿耿，我们素来相处是情同手足。我们痛饮之后就放手大杀吧！痛饮一场，放手大杀！来！星宿老怪害死洛太师叔玄难大师，兄弟要找他报仇。哎，二弟，你不是他对手，二弟。二弟的功夫果然不错呀。那是自然的。来得正好，保护我三弟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！哎呀，哎。招招凶险，惊恐对方要害，但姿势却如此美妙，简直就像舞蹈一样。好，举重若轻，潇洒如意，这样的舞路我从来没见过。哎，王姑娘，这是哪一门功夫啊？表哥小心！游龙引凤，表哥使这套功夫自然是不会败了。萧大侠现在只是和这个庄帮主对攻，可是这样一来，不是在大家面前丢尽了慕容家的名声吗？表哥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幸福是大，名望是小。我若能为天下英雄除去这个中原武林大害，这武林盟主一喜，便非我莫属了。那时振臂一呼，大燕幸福有望。他只关心他表哥的安危，他的眼睛绝不会离开慕容公子往我身上看一眼的。阿紫，口声声说要和两位哥哥同患难，事到临头却躲在人群之中受人保护，这算什么义气？反正左右是个死嘛。我虽然武功不行，但以凌波微步也能和慕容复纠缠一番，让大哥腾出手来，先打退那个丑脸。
慕容公子，你和我大哥齐名，就该当和他1对1的对招，怎么让人相助？就算勉强打个平手，岂不是让天下英雄耻笑吗？来，有本事你打我呀！当然是活在世上比较有味道一点。你若想活，就叫我100声亲爷爷。哼，你又大不了我几岁，真不害臊啊！啊，你叫不叫？表哥，三弟，你怎么不叫我100声亲爷爷呢？不要伤我儿子！你奶奶的！我师傅虽然不是个东西，但总也是我岳老二的师傅。你打我师傅，就如同打我岳老二一般。万一我师傅贪生怕死，叫了你一声亲爷爷，你岂不是比我岳老二还要大出1、2、3，大出3辈了吧？实在是欺人太甚！我跟你拼了！你奶！你是我师傅的老子，我要是骂了你，岂不是乱了辈分？等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悄悄的把你脑袋瓜子剪下来。表哥小心，这是大力断石的一阳指，不可轻敌呀！主公，主公，扶我起来！侠义为先，你身为一帮帮主，却和星宿派的一帮妖人在一起同流合污，真是辱没了丐帮数百年来的美名。三弟，你这6脉神剑尚未纯熟，不妨用一种剑法试试。是，多谢大哥指点。
一窍都不通啊！三弟的剑法如此神奇，就换了是我也抵不过呀。阿主，你的担心，我现在明白了。杀你太丢人了！滚！公子，表哥，你没事吧？表哥！我尚未婚配，哪来的儿子？你有祖宗没有？自然有。我自愿就死，与你何干？士可杀不可辱，慕容复堂堂男子，岂容你这无理言语？你高祖有儿子，你曾祖、祖父、父亲都有儿子，就是你没有儿子。呵呵，大燕国当年慕容恪、慕容垂、慕容德，那是何等的英雄啊！却不料都变成了绝种绝代的无号之人。承蒙高人指点，慕容复目光短浅，大恩大德，莫齿难忘。古来成大业者，哪一个不历尽千辛万苦？汉高祖有百等求和之困，唐高祖有降顺突厥之辱。倘若都像你这么引荐一颗，只不过是个心窄气狭的俗汉罢了，还怎么谈得上光复大燕国？我知道了，起来吧。萧大侠武功卓绝，老夫十分佩服，今天也想跟你领教几招。哼哼，不敢。
起！且慢！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你在少林寺中一躲数十年，为了什么？我也正要问你，你在少林寺一躲数十年，又为了什么？你我虽未谋面，但我认得你的身影。你的身影，我也认得。这两个人怎么在寺里已有数十年了？师兄，我丝毫不知，难道真有这事儿？我藏身少林寺中是为了找一样东西。我藏身少林寺数十年，也为了找一样东西。这个东西我已经找到了，想必你要找的东西也应该找到了吧？否则的话，咱们3次交手都没有分出胜负。尊家的武功了得，在下十分佩服，有不用再比试比试？阁下的武功我也十分钦佩，我想就是再比试下去的话，只怕也难分高下。请。痒啊！哎呀！阿弥陀佛。好痒！哎呦，痒死我了！虚竹，你去解了丁施主身上的苦难吧。是。谨遵方丈法旨，把镇养丸拿来。是。痒啊！星宿老怪，这颗镇养丸可止3日之痒，过了3日，其痒又再发作，那时候我主人是否再赐灵药，要看你乖不乖了。救公主人，英雄无敌，我等小人，是我等小人，死心塌地，要为主人效犬马之劳，这天下武林盟主一席，非主人莫属。对呀，只要主人下令，小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啊！主人，这星宿老怪灯烛之火，居然也敢和日月争光，心怀叵测，邪恶不堪呐！主人，你迅速将他处死，为世间除此败类啊！你们这些卑鄙小人，怎么将吹捧星宿老怪的陈腔滥调、无耻言语，转而称说我主人，当真无耻之极！我说呀，是仙姑，立马皇上放心，保管让仙姑满意。对，仙姑，花容月貌，胜过那西施杨贵妃呀！你们都给我滚一边去！仙姑有令，不得有误，快滚！是。滚到后边去！后边。